为了25日登场的千人碰饼团旗活动，社区志工妈妈当伫咧加紧练习，要将每一份麻油碰饼煎甲脆脆香香，希望互东港来参加的民众，拢会当食到新鲜现做又搁好食的麻油碰饼。北区大庆街元和宫这届管理委员会为了推广在地文化，以府城上富姓名糕点碰饼为素材，规划千人碰饼团旗活动，除了安排地方文化导览，伫现场阁会当品尝到传统美食麻油碰饼，好食又阁好耍的活动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参加。做这个碰饼吼，咱嘛甲咱大庆街元和宫的这个事业识别符号吼印伫顶悬。咱希望伫这个3月，台中公所生日，咱遮的里民、咱遮的百姓，甲咱的区长吼，咱做伙来庆祝这个圣诞千秋的时间呢，咱嘛来享受到台中公所吼，请咱遮的这个碰饼，咱嘛伫这边有请到咱的北华里所有的遮里民的职工，结合着里办公室、甲发展协会，因替咱来制作这个煎碰饼的这个活动。咱会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画面啦，希望伫3月15的时阵，天气足好，咱所有的遮的户民，咱遮的信徒，食到台中公所上自然的好食的碰饼，来做伙来甲台中公所祝寿，嘛希望讲这个活动会当伫安尼推动之下，咱去体会到咱的社区、甲咱的新民、甲咱的台南的地区的美食，像刚刚区长讲的这个。淡淡的甜味，咱去行一寡咱伫咱这个社区内面有名的古迹、乌龟井，包括咱台中公所，包括新隆殿，咱去体会到讲300几年前咱的祖先安怎伫遮咧生活的迄种甜美的滋味。25、26两天，总共规划9场导览解说，导览地点为元和宫、白龙庵、乌龟井、新隆殿、定山城隍庙、小北门遗址。大庆街，最后阁转来到元和宫。另外，伫活动期间，民众只要用脸书伫现场拍卡，就会当免费送一粒碰饼，不用欢迎市民大众踊跃来佚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海巡署台南查客队侦破修理大宗的海洋保育类制品沙鱼剑，专案小组接获侦资了后，经过几啊个月搜证，发现犯现伫网络涉嫌贩售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，包含尖齿巨鳐、后鳍巨鳐等制成品，也就是俗称的沙鱼剑。通常拢是民俗信仰当中忌当摕一种法器。这次查获数量市价高达2000万。这个案子，我们就向台南地检署的检察官申请指挥侦办。在侦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陆续发现到，在全省相关的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跟高雄等地都有类似这种贩售保育类的这个制品。除了沙鱼剑，另外，还有一级濒临绝种的动物独角鲸，伊的毒价也成为贩售商品。看到独角鲸，或者我们叫一角鲸的这个产制品。那事实上，一角鲸我们虽然都叫角嘛，你以为是鹿角，事实上它是牙齿，它是牙齿，它的犬齿，然后大概2到3岁是往前面会整个凸的长出来。那因为一角鲸或者叫独角鲸，它在生活的区域都在很靠近北极的海域。所以事实上，台湾周遭是没有这些出现的记录。这次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，对着这制品来源，专案小组阁要追查，而查获16名犯嫌，将全部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，上悬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可上悬150万的罚金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